以弗所書第5章。既然你哋係上帝所設嘅子女，你哋就應該效法上帝。你哋嘅行事做人，愛憑愛心，像基督像愛哋，為愛哋犧牲生命，做香香嘅供物、勞祭物，獻本上帝一樣。佢哋堅忍、惡作，也是貪心嘅事情。在你哋中間，連提起也唔好，因為你哋係上帝嘅生命。你哋也唔好講淫亂、閒扯，也係下流嘅話。顛倒，你哋愛講感謝上帝嘅話，因為你哋確實地犯奸淫、惡作，也係貪心嘅人。貪心老拜偶像供養，絕對不能領受基督老上帝國地位嘅福分。唔好被萬人用虛假嘅話騙走，因為這道事。上帝會對這道叛逆嘅人太發現，所以唔好同這種人結交。頭擺你哋在黑暗中，總係雌雄上做主嘅信徒；你哋就在光明中，按樣你哋嘅生活應當愛像光明嘅子女。光明所結豐盛嘅果子，就是一切嘅良善、公義、和真理。你哋愛查考，乜嘅係主所歡喜嘅事。唔好做騙人在暗中所做嘅道無利益嘅事情，反轉愛將這道事情顯出來。佢哋在暗中所做嘅事，連講起也係清見受。一切事情在光明中一公開，真相就顯明出來。因為使一切顯明出來嘅，就是講，所以使人按樣講。所以目見人啊，我想你對世人中放起來。基督就愛光照你，所以你哋嘅行為愛誠意，唔好像無知識嘅人，愛像有智慧嘅人，愛把握機會，因為列下嘅時代邪惡，所以你哋唔好惡惡毒毒過日嘅，愛明白主嘅旨意係乜嘅，唔好失到酒醉，飲太多酒會害你哋荒唐，顛倒你哋愛本聖靈充滿。你哋愛用詩篇、聖詩、老靈歌來對唱，口唱心歌來讚美主。凡事愛奉愛到主耶穌基督嘅名，常常感謝阿爸上帝，愛因為敬畏基督來彼此順服。做伴娘嘅，你哋愛順從自家嘅老公，像順服主一樣，因為老公係伴娘嘅頭，就像基督係教會嘅頭。也係教會全體嘅救主，像教會順服基督，做伴娘嘅也應當凡事順從老公。做老公嘅，你哋愛錫自家嘅伴娘，像基督錫教會，為教會犧牲生命一樣。佢按樣做，係要通過掙脫流水來潔淨教會，本其上做聖潔，好獻本自家做勇敢嘅教會，全無缺點，無垃圾。無打雜，就是純潔完全嘅教會。同樣做老公嘅，應當錫自家嘅伴娘，像錫自家嘅身體一樣。錫伴娘就是錫自家，無人怨恨自家嘅身體，總係保養和照顧，像基督對待教會一樣。因為愛道係其身上嘅肢體。聖經講，因為按樣，人愛離開也愛，和伴娘結合。兩者相做一體，兩個見節其實極大嘅奧秘。愛啲佢係指基督和教會嘅關係來講嘅，總係也做得用在你哋中間。做老公嘅應當錫伴娘，像錫自家；做伴娘嘅也應當敬重老公，